停摆数个月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出现最新进展。美国国会参议员星期四无异议通过这部涉及东突厥散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法案。由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欧所发起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除了呼吁美国政府就涉及东突厥散的问题加大对北京的施压力度外，还督促美国政府考虑对相关实施人权侵害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参议员曾在去年9月通过了最初版本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3个月后，众议院在12月以压倒性通过了众院版的法案。众院所通过的版本被视为参院版的增强版，法案接下来将等待众议员再次进行表决。在世界许多地方，穆斯林在战争、压迫和流氓中度过斋月。最困难的地区之一是东突厥散的维吾尔穆斯林。伊斯兰斋月期间，东突厥散地方政府再出土政策，要求少数民族穆斯林放弃民族习俗。中共政府在斋月开始实行新的压迫和侵犯人权行为，同时继续在该地区实行压迫和种族灭绝政策。在中国，有超过20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被任意关押在集中营中，被监禁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规定，禁止在斋月斋禁、阅读古兰经、去清真寺祈祷和买卖清真食品。中共政权还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不遵守规定的妇女将受到惩罚。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维吾尔儿童的家庭被破裂，送给了中国其他州的汉族家庭。在种族灭绝和压迫政策下生活的维吾尔穆斯林正试图在这些困难的条件下过斋月。中国对由于武汉病毒而对自己提出的批评作出回应称，病毒可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随时出现。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由于武汉病毒流行病，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受害者，没有罪责。声明强调，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可能在任何时间、世界任何地方出现。声明提到，将流行病的责任推给中国，并让中国对疫情支付赔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声明说，首例武汉病毒确诊病例出现在武汉，并不意味着病毒以武汉为中心。不怕独立的国际调查团访问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月初提到了武汉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说法。中国火箭长征5号 B 失控，是最近30年来最大型的太空垃圾。目前有消息指，该火箭长12米的金属物体残核疑似坠落在非洲一个村落，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调查，以避免居民生命受到危害。5月5日，中共最大的火箭长征5号 B 发射了一个类似龙飞船2号的载人舱进行测试，在绕地球1周运行后，这枚重达18吨的火箭核心与大气层相撞，于11日不受控制的方式脱离轨道下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前，对记者表示，白宫可能于下周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事宜发出一项声明。特朗普于4月宣布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财政援助，指责其在武汉肺炎疫情应对上的不作为，并表示将就此展开调查。